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街》，我是卢慧珍。今日现场有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吴家勋校长，校长下面先让观众朋友打下招呼。好，谢谢你哈，刘小姐。大家好，我是吴家勋，是新竹人，新埔镇太茂埔人。今日有了机会让大家见面，啊，非常的欢喜，想大家多多的指教，是吗？吴校长，今日有想到你也挺欢喜哈，因为网友见到你本人之前，还是想透过你的书，有一本《童年so厉害》。哦，系，是吗？也就会像你家乡的故事嘛。以后来看到你听到的工作，还有听到的作品，都会老水有关系。我就想到讲，客家人吼，用把你用水，係太好闷。故所今日要請校長來分享一個主題。不過呢，針對你家鄉來開始講起好冇？一個新埔我哋他有提到係太茂埔兩片嘛，然後一條河壩，唔單止係你攝影師成塊嘅河壩，一邊都講係文學啲都係一個輕鬆有嘅年頭，係咪老太家先分享你嘅童年經驗？好，是嗎？呢隻題目哦，是青牛年啦，啊，想起嗰條河壩哦，行外戶口嗰個準水啊，還是滿心嘅歡喜，一千多故事都該會發生。我以前是個受厲害嗰條水啊，嗰條水按到受厲害也有人故，因為其實受厲莊嗰平埔族啊，小李社嗰條人哦，是帶我嘅戶口嘅按到銅鑼橋嘅會，哦，佢會有經驗記到嘅開發嘅年頭係咩？嘅公路，嗰條河壩是按小李溪啦，哈，那個小李溪來講，其實真風景清江，是河谷平原哦，哦，河谷平原沿途哈，兩邊有山哈，跟風景清江，所以嗰條水啊，產生青島文人啊，我水年頭是個風輝夜個嫩谷山後邊呢。桃園兩片，龍潭兩片，很反過來我兩片啦，青島會寫文章，好寫文章嘅人，係文人咧都青島啦，哦，這些還是講也有按呢文化環境，有文學環境啦，哈，我跟這些也是都兩種優美的環境裡面，陶冶願意，我帶為說是啥叫？公堂地位也先到對聯呀，對不？字畫啊，先到跟種種的因素，還有那個土地風景，全部是影響我成長的很重要的因素。哦，等於講這些時間都公堂看到按到嘅詩文，就有本人一個文學當中就開始有一個興趣啦，哈。聽話吳校長你提到講，你一陣所在出青島嘅文人，哈，可能老觀眾朋友介紹一下，有個非常重要嘅文人，好，那個吳濁流先生。好，老人報告下。老太家講，我喺嗰隻總頭太茂埔，太茂埔有兩隻五屋，我水頭嘅五屋吼是六鳳嘅江海六，我講客觀吼江海六啊，喺水尾嘅是吳濁流嘅文學態度，吳濁流嘅佢嘅故居在那邊啦，吼，佢都是美人魚。哦，江詩嫣。唔過捱到個。記得我很奇怪，像我同學吳在奇哦，吳在奇來講，其實這些是第一向我爸按到叔公，我擺起來我其實我向我阿叔嘅，哦，現在這個引導啊唔利用擺，可見當時嘅引導嘅鄉親啊都好，刺痛嘅擺。始終係擺身份嘛，擺輩分哦，所以現在感覺到那個打招呼的時候充滿親情。係哦，你講你人親土親嘅種感受啦哈。嘅校長因為你係做一個教育嘅工作嘛，要麼你會對一個做教育工作開始來創作，然後會來一條so厲害寫咗你嘅一本按神奇嘅故事。對於教育方面哈，我獨特的心得就是說，一個環境，一個故事。環境是什麼？就是你那個校園環境啦哈，這個我是一直很努力經營。故事就是人文環境。哦，你的故事。哎呀，
底部有嘛故事哈，你下两款是嘛个故乡启发我啊，来故乡青岛的故事或发掘，还是叫把这故事写起来，让你的一辈子有样，它会渗入故事，会渗入我们灵魂深处，然后塑造应该价值观、价值观，还有你嘛个好嘛个喜好，对生活习惯嘛个就在这样才能嘛，不是讲底部。实际是会影響到佢。好，咁樣教狀而作為老太家分享一紮老手厲害有關係嘅故事麼？當然數啲都寫嘅。我手厲害故事嗬，一千多一個，我哋是講我吳家嗬，雙吳啊，有個教育家。日本時代其實十分好高明呀。哦。佢啊8年長監，佢8年長監，把轉來嘅時候。挺丰盛哦！哎，新部記錄咗是隨時有人哦，超呢來太毛不老愛破講，哦個560年轉來了，560年在線上轉來了，哦，真歡喜，他感覺能夠報這個消息啊，挺光榮咯，挺光榮，哎，所以地方上大家知道挺光榮嘅人物做來家鄉，錯啊，大家攞來播兩個消息，錯，衣錦還鄉啊，哦，還有好，韓家故事其實。報美哈，其實大陸其實日治時代哈，日本時代佢個去大陸那個這個中日戰爭嘛，佢做翻譯官啊，哦，做翻譯官佢哋到個廣東嘅時節哈，哦有青島客家人，本日本邊啊早起，講佢都係游擊隊，哦，被處死，跟講到嗰度。客家人嘅談講，地位有個翻譯先生哦，國寮先生嗬，係佢嘅日本嘅，佢講客家人哦，嚟去私下拜託佢。哦，晏晝嚟就拜託啊，拜託，藝術啊，是想養朋友啊，佢就是滿前見，唔到因為本地按我反映按我游擊隊，佢都是人老前見講下嗬，其實用佢自己頭腦啊，是老人上輩嗬，報告講佢都純良嘅農家，哦，唔係有嘅反抗分子啊，純良嘅農家人，按嘅報名是安全嘅專區啦，嗬，嗰種人啊，真甘心啦，嗬，民國78年嚟開放以後，嗬。佢都有人去來台灣簽簽辛苦簽到成嗌熟帶來會嗬，結果老人佢簽到嘅來嘅時間，嗌熟已經往生3年了。哦，老人家已經冇出來。冇出來哈，就是說這個他們的報恩的那種心情，我舒服唔啲啊！我都做支持啊，尤其我啊這樣做高中一年，這故事值得寫。係有樣哦，值得寫，但是客家精神啊，錯，希望來會有一個客家嘅情分出來，咁樣嘅話講咗，而家教咗啲都有人咁樣做教育家，然後喺日本時代等於講讀書高等教育嘛，呢個部分有本影響，你喺那時開始知道講你也想去做一個教育工作者，有影響冇？有。當然，佢嘅事情係要寫咧，係日本嘅家族故事，家族故事哈。佢因為佢是教育工作，跟日據時候一直到民國，因為讀10萬學校，因為唔是錢啊，嘅公費。我都個將來嚟講，是我爸做生意失敗以後，我下辛苦，兩條路是農家人，最後嘅。這個往上，社會地位往上提升嘅最後嘅途徑啦，所以我對佢嚟講係是很崇拜，我是他的粉絲啊，這是受到佢感染。還有個我泰國人嘅堂哥吳錦燦先生啊，佢我們是讀嘅台北師範學校，是光復以後，所以一種傳承啊，從我藝術開始，一直傳承，我哋共堂30人嘅先生，哇，也叫高數嚟嘅可以講是一個加速嘅傳統嘅風氣啦，
样讲起来也小厉害，就是一条人文嘅河巴咯，按到嘅人文故事吼。我看你嘅书掉童年小厉害，你有写到非常多摄影师咯河巴有关系嘅事情，作鱼嘅啊，打工啊，魔海啊，等于讲这两是迄个清水的环境，可能有一道后生人做唔对哦，呢个部分经验做得像唔够钟哦，大家分享一下冇？头摆哈，来吐球的时间哦，所以见那个河巴吃下，哦，天然河巴嘛，从那看到个风铃爬，很漂亮，彩虹鱼哈，从底下跟球当脚当脚，还有个就沙溜江啊，狗眼啊，那都全部有啊哈，这个老树老个河巴个帮啊哈，手伸进去。一捞，常常会捞到鱼啊，捞到虾公，所以那个生活那种美景哈，它清神奇的哈，一直到现在很多鱼已经现在看不到，那像失落感，童年美感的失落，记得因为只是冇办法看到安的美景，还有个生活趣味的讲，我家下上下午班哈，有的学生下晝頭去吐球，我講早晨有的說半夜天上午班啦，下晝班啊樣嘢，我而家同學佢我下又哦，摘又是得把河巴，個下晝的話哈，就水清掉，因是見那個又吃一下就這樣。都好高人諗起來，日本太講是，真神奇嘅。等於講利用河巴啦。冰鎮都涼啊，樣嘢個水一個河巴水又會再給哈，再沉再浮哈，上來又挺啊，那個姿態咧都全部係文化的，就是文學的這個要素哈。唔過當講到兩位哈，主幹說得到一條河巴唔係單像河巴帶來一個神範美感哈，確實都對生活話有一多嘅影響哈。我想唔過當我變做文學高中係有道理嘅哈。等下一段節目讓繼續老太教。有向吳教授來分享佢有關一個水嘅方面嘅創作。歡迎轉到真相托馬嘅節目，今日節目現場有請到吳家興教授，吳教授吼，對一個攝影師童年嘅小厲害，一個小厲害，他講翻過山頭向上游吼，都變過山都來到龍潭咧吼，啲教授而家教育工作有非常多嘅時間都喺度。討厭啊！帶過聽到嘅素材，也老水都有關聯性。故所今日有想教咗來談客家人，要萬一用水。聽我講自然嘅海流，接下來咪來講人工嘅部分。講到龍潭，大家我想到太比塘啦嗬，係咪啲比塘來開始講起？龍潭老係關係清泉。我手裏還有一個發源地就是那個嫩骨山。嫩骨山下去是龍潭。係。個龍潭是人工湖啊，人工做嘅。佢我當時來到龍潭嘅時候，佢嘅比塘哦。清人氣嘅煙波飄渺，地方冇乜嘅東西哦，是有個水壓啊，即走上走下，表上表下哈，係個清河，看我心情是很開朗啊，後來我教書嘅天一隻好教，是調到龍潭來，嗰到龍潭哦，完全是我們用乜嘢？青島熟食人，青島親切，很多資源。本地就還是本地縣哦，訓導科長啦，對為數，人家就話使命感呀。該外婆該外家。其實鍾肇勝先生的這個在那個祖家，外婆。叫阿姑誒，阿大姑誒，都老一個種落嘅家族有關係。係幫我哋帶去熟沙，也係佢個龍潭莊長，佢嘅總夫人做莊長啊，佢留下來嘅日本熟沙我也帶過。誒，當年嚟講，那一個人工湖裡面最好的，在全省來講，你可以說。
唯一独一无二人工湖吼，佢叫爬龍船。哦，當年5年級嘅時間有爬龍船。我也爬過，所以我後來真的是我第二故鄉啊！我也爬過龍船。那是在那個娛樂事業方面，一個水嘅利用鴨蛋，在這一點很有雄，很有幾個伙伴，幾個後來個池塘。面前哈，還有是水梅的水頭個位啊，叫嘛漂浮功法。哦。青島個水草啊，種在你的竹筏上面哈。那也是一種美化的方法哦。那漂浮功法哈。那然後對龍潭來講，也青島圳呢，哦，這個龍潭大圳啊，龍南大圳啊，好，很有哦。佢嘅山坑嘅山坑嘅位數嗬，也有你那個嗰種細樹嘅位數。細山坑啊。細山坑嗬。但是它這個好多年代嗰叫烏白色，嗰位數係攞烏白色。哦，一樣係好老發明啊。係啦。不過喺客家年代啊，也有隻規矩。水嚟講，客家人千重視。水頭然後水尾冇咁樣。水頭喺時陣然後。吃的東西都用水頭，百姓呢也是水頭的，係，冇都水梅食嘅，我所睇嘅啊，你嚟爬落咗個食啊，都乜水梅咧，你呢洗菜嘅天熱，洗過索嘅時節，然後洗衫褲嘅，過嚟，然後呢洗嚟爬落咗嘅。嗰度有用水有幾規矩啦，錯，還有哦，像我老人家，真我媽媽常去講嘅。唔好配合水道嘅水道啊！一唔好表面去嘅水道。係哦。一對還有水先生嘅時節，冇洗衫。你下個青島你對敬仰嘅水，感謝水嘅風俗習慣啦。你係種種呀影響我對客家文化嘅一個追求啦。有樣。要注重生活環境，用埋用水，然後文化地都有啲價值觀，或者佢聯強啊啦。還有哦，佢龍潭比哦，就佢嘅歷史嚟講，其實平埔族啊，像小那英哈都係佢啦。個小那英冇咩佢嘅都喺銅鑼墾年代，佢都喺銅鑼墾嘅水啊，是流講嘅。我該小李溪啊，是紀念佢到先，掠到小那因掠平埔族啊，小李氏嘅平埔族嘅啊，所以這一點又讓我對啲文史工作挺有興趣。到底台灣跟發展的歷史一樣般嘅，因為對啲有興趣以後，我呀能夠。龍潭鄉要寫鄉志的時候，我要留給陳叔整理嘅龍潭的一個這個發達史啦，發達史。講到呢邊啊，聊嘅老觀眾朋友補充一下啦，嗬，因為我要討厭，然後講一下家鄉嘅故事。聽話高中提到講，你係人工湖，實際上最早期開發嘅時間，為到一個愛來填水而用嘛，嗬，喺大家鄉下來熱出嚟嘅所謂筆筒，筆筒就又大又細。桃園挺有名，就不應講係千塘之鄉，因為筆筒非常多。那個係老人嘅體型有關係，因為桃園之類都台地、丘陵、用水方面是有一個技術啦，哈。錯。你真是咪清楚咗啊？技巧人嘅當時嘅微血管啊，血管哈。微血管啊，分布到全部的這身體哈。桃園哈是千湖之鄉啦，按到筆筒，青島筆筒，龍潭啊青島筆筒哈。嘅龍潭大池嚟講，其實人工湖啊，當時是蕭那英哈為了灌溉，大家攞佢煮田來耕，係佢老太家合作來開兩個大池塘，好，他的帶動了兩下嚟講帶動觀光事業，但也影響到整個人的生活，這個情感，還有生命的律動啊，本來影響到啊，今後。
那我想这里面这龙潭的水圳来讲，我们先讲龙潭河流哈，河流给它分作老街溪咯、新街溪、落街海咯、新街海两条水。是两河流域啊，好像包围着龙潭啊，一直到董事啊、平镇啊、中大，所以这都太人了对哈。所以两条海清后，不过对龙潭影响最大的是老街溪，老街溪那边，清嗰種嗰種人文了對哈，流過為數人文啊，清河啦，像青島謝家人啦、大宗族啦，像文物啦、王屋啦，對哈，還錢屋啦，都全部受到影響哈，佢都很少像那个文物来讲，清楚佢都是学医，所以他们医师也有30几个哦。那一个这宫廷呐，叫做六桂传香，那个宫廷哦，传下来也有30个人来洗衣啦。好。那种种的一个风华哈，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人家能感受，受到激励的一个地方。就講有水文，也有文化。頭先講到個有人工嘅比塘，有為咗灌溉，也有一個準水啦吼。像我所知，因為我是喺新界國小畢業嘅吼，我細個時從頭我經過一個新界啊。不用2年嘅時候，我媽媽去四川住啊，去到落界海。這年就像高中講嘅，你係愛講人生命嘅兩河流域啦，吼。對。講到呢個圳橋呢，至少有一個民間開嘅圳，也有官方開嘅圳。比方講後來呢個三門太圳起來嘅時節，也有非常多嘅圳橋，就像他高中講。像微血管分布在整個桃園哈，還有非常非常多嘅故事誒。下一段節目再來張哥向吳高中詳細來講。歡迎轉到正向托馬嘅節目，今日有請到吳高中吼，老大家分享客家人用把是用水嘅生活智慧。頭先講到自然嘅海流，十里海，也有講到落界海、新界海。人工嘅部分有提到咧個圳橋，也有提到比塘。講到圳橋吼，確實都係桃園有非常多特殊嘅圳橋，有的歷史也非常久。我啲高中後來你做一個教育工作吼，所以說你也老圳橋咧件事情，用把你老嘅教育，唔單止學校地度嘅教育，也有社會教育都結合強下。係咪再來分享一下兩隻部分人嘅經驗？我退休以後啊，有一段時間，哪個事情都冇辦法做，唔對用辦好。身份冇充實咧。因為是有人喺埋去做個教育局啊，嗰時喺埋去做那個駐區督學，做錯經驗，因為相當，很不踏實。後來我是做的地方文史工作。這家都地方上接地氣了。後來我下來為，我是一向都平鎮待了30年了哈。後來我都在平興國小，平興國小都送武裝，我下平鎮市志的時候，忽然間發現講把師尊平鎮裡面街頭人最早嘅人這個民間嚟去家開嘅尊啊，師尊，10年開嘅尊，10年嘅師沒公家開嘅，然後他這個是1744年，哇哦，乾隆9年開始，哎呀，就有272年了。然後這個事情我發現以後然後下平鎮市志。嗰時宋富齡一看啊，不得了，有個宋傳敦先生宋先生，佢老人馬上啊，還有林淑珍，宋武國小林淑珍校長，全部親有心講，那我們把240種嘅歷史資料整理起來好冇？係啊，請埋來人幫忙啦，人做顧問咯，好啦，是老幾個，開始做，太感謝。同心協力來做，然後把八字尊的歷史也送來高，
也来提出哈，然后像族人穷下来开垦的故事啊，然后给建立好来，哦，慢慢的地方主管机关啊，市政府啦哈，那乡公所的市人区公所全部清楚哟，就准备就把80尊啊 Q 尊路啊那个都然后给整理起来。哦。就因为有这样发现，太个散忙，地方人散忙以后啊，那资料全部整理出来了，好，准备要下一本书来了啊。俩还有嘛个，因为俩80尊老给整理起来哦，这地方的市政府的资源进来，该老街西啊哈，整个整理，从俩为该凭这个这个镇南土地公庙开始一直整理到这个总党交接个新市公园哈，各位，或者是整条街然后前墙前后，好地方呢还有政府啊公部门共下来打造这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想法。社区营造哈，所以讲，你会有嘛故事，有嘛特色，然后给开发出来，再来公部门来，加入。等于讲民间嘅智慧、民间嘅经验、民间嘅历史，然后官方出资源看来做，然后给发掘出来。他告诉你讲到那个80尊，好用蛮以发掘记，然后开始来做那个老沙期有关联嘅那个社会教育，还你讲。文化导览啊，哈，我就想到讲，事实上咧係一種有根嘅教育、有根的教育，係層面一個土地嘅。80尊佢按有200年嘅歷史，270年嘛，大家挺好奇，你用版以前到佢一個就講留過那條素材，因為200年聽說環境變化生態啊，一個過程你輸入那個考察嘅過程，有遇到乜個困難，有乜個俾你印象深刻嘅事情嗎？你還真神奇啦哈！台體嘅全部淹沒在那個大房屋裡面哈。哦，我給帶下。不過你是根據個樓梯圖啊哈，中央大學也提供的哈，根據佢嘅樓梯圖嚟檢查。那讀到本嘅切睇到，是見看還有。都得給樣板流過去，樣板行。我行到那邊出來，它也有 DNA 啊！你可以看呢，因為佢是公有體，一般人唔敢講佢到佢鹹濕濕。跟住喺屋後邊嘅水溝啊，有一節咧，有一節，佢清澈到，佢是水路啊，應該走佢。圖啊，給你看哈，用現代的這個地圖的概念，還有樓梯圖來參照哈。好，還有中央大學也有一部分的資料，結果整理出來了。樣板行哈，全部整理出來了。哦，像平鎮觀光有一個這個等於是好朋友一起組啊哈，平鎮觀光導覽協會嘛哈，一個社團。還有一班田調人才培訓班。哦，田野調查跟人才訓練。你係共下合作哈，了故事，了幾個故事嘅地方全部整理，你還可以導覽哦。哦，哎呀哈。從個學校啊導覽嘅哈，民間有來，有導覽俾你看，呀，挺難的。以前按照以前哈。落做工了，就幾個生活落做工了，就樣板開發，哈，歷史故事，還有蹤跡、足跡、遺跡、遺址，你還有乜個 DNA 吼，你就全部撈佢，發掘出來。哦，你個前一個輸入的過程，前一個 DNA 感覺像拼圖哦，按摩簡單，要一節嚟慢慢嚟撈佢清出來，要做導覽哦。好，嗰一點嘛，老報告啊，記到個圳哦，還有穿越嘅石門大圳。哦，有穿過三門台圳。因為個三門台圳現在一開發以後，記到個圳呢是木馬使用嘅。好，
因为太准它太，就利用太准之后咧，你就细准嘅功能性就变大咧啦，哈。就是人之按呢历史的变迁啦，哈。我含有到吼，啊，就能含有遗址嘅影响，全部去追踪出来啦，哈。啊，亲神奇嘅工作。唔過當然講你啊，三門太準嘅時間啊，有想到鍾秀珍先生寫上佢有寫過一本小說，就寫日本時代開始了開太準嘅事情，我蠻神奇。啊，三門太準到國民政府落嚟之後啦，當然就加上呢個三門水庫嘛，嗬，大家都聽他第一名嘅。我先意思，因為我係在中南啊，印象深刻係我冇卡住一條準橋。係啊，大概讀到嘅風采歌啊，我注意唐有嘅泄洪警報哦，泄洪警報就講水位平常是按可能大嘅，都風采歌和水量它都會是叫變下來，就會發一個警報提醒我哋吼，有一個準叫順嘅人要注意安全，就講一個水位會比平常高很多啊樣。我印象非常深啊，我有個露台吼，有一擺就會準到一個準嘅地方哦，傳些本水大走，係有個隔壁鄰舍親戚看到了佢留起來。當然不是。係啊，真嘅呢，我卡住門前就有準橋啊，然後也係準橋嘅故事。準水哈，讓向嘅引導途人咧神發清道啦。我哋非常透過時嘅經驗，當然就講透過水下錢，來嘅童年還有機會攞水來結圈。啊，唔過等等社會嘅變化，見到工業、商業嘅發展，確實有個污染。變到一個問題嗬，我哋各種而出有嘅填水路嘅過程中，唔單止係填水路，後來水地包有我有乜嘅植物，我有乜嘅特殊嘅生態，你係像也有了了注意到，後來看有另外一本書啊，一神奇哦，有講到一種非常特殊嘅討厭台體嘅一種植物水生植物，係咪老太家分享一下？好。萍蓬草，你萍蓬草，萍蓬草，你種植物啊，在以前水質真好嘅時間，水強烈嘅時間，真強烈嘅時間啊，那全部有，比上全部有，假下弄假人嗬，所以看到很電影鬧嘅東西啊。吼，腳頭就起要講我腳頭，你做麥雞要做唔得，做魚都本事啊，釣魚還做唔得，認為佢生殖力很強，叫我見車啊，見車哈。後來水質工業污染以後，結果我潛唔到啊。然後在輔仁大學有個陳前霞陳教授，陳教授，其實都來龍潭嘛，嚟龍潭潛看，結果有個記者，龍潭有記者比到含有潛到，有啦，含有萍蓬草，大家見拍其實切睇去啊。我當清常什麼事，陳教授本去查到，我切到啊吳聲玉哈，人講田中博士哈，佢談講哈，說天中其實開始富裕。啊，你下嚟講呵，幾乎你係所有嘅田園呀，對唔？天東人種啲萍蓬草，確實有講啦，其實水上燈籠上，細細綠嘅，細細綠清講真好看，而且喺台灣嘅萍蓬草嗬，個莖啊，黃黃嘅莖，我有年去北歐，芬蘭嗰位嗬，看到嘅幹嘛嘅東西啊，筆筒啊，更少哦。啊，見上見看見行走，開始從應該台灣的萍蓬草中來原來就是萍蓬草。唔過其他嘅萍蓬草，老應該冇強用。喺台灣咧，下來講哈，田園咧都全部有栽種，變成一種紀念性。比同喺佢層面種嘅時間，真難啦。我想高中愛用講起來，萍蓬草現在講做一個環境指標啦，哈。就講我上次萍蓬草嘅一個筆筒，一個水庫建做強力嘅水啦，哈。兩團吼就非常感謝吳高中嘅分享，下一團過來講還較精彩嘅老水有關嘅故事，誰也可以哈。歡
养转到真相通话嘅节目，今日有请到吴家雄校长，校长嘅生命过程还有佢嘅教育工作，都老一个水有关系吼。我啲校长唔单想做教育工作，而文笔也挺好。冇呀。後來而家老一個老水有關嘅經驗，全部都寫到變做書，做啲老年期間對水嘅經驗分享俾大家。我想節目了談好，就請你來分享嘅著作好嘛？我啲有一本係我都帶出水年頭，對水年頭來講起。呢本書哈，是我都用他們德隆國小教書嘅時間，家發覺該會是萍蓬草啊，該記者筆頭發現萍蓬草是多嘅。哦，我要自己做下一篇文章啊，寫落去呀哈，萍蓬草，再來該把將來啊，青島迷人的這個房子的，該為人物了的哈，人物了的青島哈，是很特殊的人物了哈，還是像有根的教育嘛，要有根的教育，那地方上的事情哦，要寫哦，全部我分給你，好，然後佢寫是有點印象，對故鄉的印象的，好，所以我在當時跟潘高就跟是發現有某個東西可下落去的哈，所以下去我們住在水源頭這一本書，第二本書也可以講是頭人人的第本。學校欣賞來寫一家學校附近的嗰種鄉土教材。有意思。加主任秘書廖本陽太海人哈，佢個我有寫到佢個廖副有個這個萬旦流芳了在駐堂哈，佢看到佢也想了嘛，看到真歡喜。我老嘅形象，10萬人用，9萬人用咗。來印兩本書。印兩本書。校長，你聽我講到那個我都帶出水年頭係因為你教書都龍潭呢一篇嘛嗬。不過順便手裡係下去，做我轉到你家鄉新埔哦。嗰時候你後來過下一本那個童年手裡係，係咪做那個關聯性？最老太要介紹一下那本書嗎？呢本書哈，這高本的正宗書局出版，修到青能繁衍，市面上的反應很好了哈。還有像青島的大學教授啊，給保姆老師講，還看過你這本書？我沒看過。什麼哈，得到知音了哈。這本書是講老童年的事情哈，講出來，青島人偷偷好像天方夜譚呐。當時的人文當時的神法。老呀，差真多，所以我唔相信呀，樣板辛苦了都唔相信呀。我是老給做一個歷史紀錄片，讓老給寫出來。該地碑啊，我也要寫人物，唔寫我唔個人物咯。要該清安啊，要該鄉鎮的安啊，也行路八四腳，佢今年加露台神法。是這個隻安啊，當然是牽了一條牛，是去三排檔，本家露台去4天啊，了都，佢專門顧該條牛，該條牛啊顧陪老，老一講法2期基本回答先好，第3期之後，佢回答嘅東西談唔出，唔知佢講乜嘅嗬，不過家露台對佢真好，有個來本期做接嘅想法，係嗰條牛對你係安啊，真好，做牛老人之間感情挺好。家露台嗰個磨，佢嘅磨出時啫，家露台4個條牛唔是嘛？牛係養人嘅，叫佢夾嗰主人，佢個因為嗰隻。安係個主人就都係其實會溜行，保姆嗰隻安啊，錢多歲咧，行路冇嘅自由哈，其實大把可能出去哦，出去喺那個馬路上溜牛啦，嗰個牛行，嗰個牛好像看佢
才會嘅蠕動性咧，佢會行停下來。哦，佢會注意佢安全哦。停下來，等佢注意一下嘛。我要做我就蠕動性咪實實多咗來。但是該條牛都嘅照顧佢哈。人與物哈，人與動物之間，它也是讓人家感動的。係哦，有樣。還有矮婆哈，青老矮爸。哎呀，唔係講。佢就會矮爸哈，然後手才了體去啊，佢人也全部了槍槍啦。係哦。按法來說才本佢了體，佢開茶工場了體，佢看到矮迄些上邊麼看見，其實佢蠻矮爸，哦，佢蠻矮爸。經驗嗬。哦，唔過佢按到順了，佢好先上嚟嘅。有班矮樓梯出現哦。啊個跌倒出現出現，愛錢冇錢，哎，我還是按苦啊冇錢啊。然後阿婆講，阿婆說：誒媽捱把樣辦那個，個派卡子，個派卡子，如果咪個樹是堅，個有的是堅硬。啊，報名是上台，我繳錢啦。講阿婆，語言費哦，真貴哦。日本家庭其實也真係800萬。這吃還是知道哈，阿婆老人家樣本錫子孫哈。我聽聞的時間，我太太跟我講按曉得，是特別大隻金子粉愛婆，按好哈，家下唔會行動，就唱個唱呢是文言片哦，見到啲阿兄嘅姑娘話個按曉得嘛，大啲金子粉愛嘛，喲，見講見笑啊哈，所以以前老人家樣本互動，樣本尊敬佢，佢有樣本錫人，但是聽過就會有互動嘅關係啦吼，按到子孫嘅孫哈，把姓修改哈，其實對我是印象很深刻。係哦，我想你講出故事挺精彩吼，可能觀眾朋友去買一本來看咯。啊，高中出題聽我講一個童年小厲害，其實你也有，另外有一本寫準教準學業嘛，啊準學業部分也係咪老太家分享呢？還有我17歲以後哈，所以考我師範好高，從我思念故鄉啊，我想念。這麼個意思，多愁善感呢。文學的心靈。哎呀，我念到故鄉，然後故鄉有什麼變化？哈，我要講這些唐宋版的故事，我要寫出來。還有我在好高地位，我有發生乜嘅事情了的哈，還要留給寫出來。所以2本書啊，哈，這個俊水漫入田園是等於講我從事了教育以後啊，所心裡頭的感想。跟教育多少有一些牽連的這個心裡頭的感動啊，還是留給寫出來的哈。叫做俊水漫入田園，這個也是我的對於自己事業的一個使命感。我一定要像水一樣，來為某事還是去。哪一個孩子哈，缺少溫暖，你要得要蠻照顧佢，那是給我一個俊水給我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啟示的哈。所以俊水漫入田園後來就交給那個給黎明書局出版啊，是不是很暢銷我唔知啦，可是。我去家哈，有很多家長讓我買去分派家，所以學校是全校學生，剛才讀瑞美國小高一些，所有學生每個人都有一本。那有一個學生呢，就發誓，說我一定要比校長還會寫。哎呀，就這個基本上知道哈，這種教育啊，你能夠發揮多少就做多少。本來當校長那一年哈，是辦公室是從呢。發號施令時都唔是講按多，我給他發揮。之後咧，唔過我知道打傷咧。係哦。我的文學抱負冇影響到，底下都沒有是喜歡文學的這個主任了的話，所以我也要求主任啊，那多少在那個文學方面你要怎麼做？所以後來也是這一本書裡面，我就有寫到，就是我要創設一個星期假日開放的圖書館。唔講，不用2年嘅時間都可以來用嘅圖書館，家長要再來用。家圖書館的觀念冇按。還有聲音室。還有我小時候讀書啊，讀個故事書啊。挺難的。就那邊啊，就茶工場，佢有得會計啦，就叫讀書，佢看個窗啊，窗就一看窗啊，然後佢加嚟看。
哎，你有什么体验？小时候的体验，按钱，家里穷苦，妈妈带着我出去哈，然后你加减读书哈，这种的这个当年的不足，以后要怎么样补足给小朋友，或者我的家族也是一样，我将来很可能我就要设立这个叫做奖学金制度，好，本来都突出某些突出原因，至少知道有人在鼓励他。至少有人在关心他，至少后面还有这个翅膀在前面走，就像雁行一样，燕子一样在前面飞，你们在后面跟，会省力一点。很感动哦。哎，是这样的。今日教授你讲，按样讲起来吼，现在讲伊的教育工作虽然已退休嘞，不过实际上还得一直在进行哦，用各种的方式，尤其最尾讲到讲伊起来感想。教育工作就像准水用，那位有需要，我就留到那位去。我想了迄种奉献的精神啦，吼，本人非常的感动。今日感谢教授来老大家分享到按多，我想在今日节目中介绍嘉勋教授非常多重要的著作，都係老水有关联的一本童年手里海，一本我哋帶出水年頭，一本呢就係那個老教育工作有關係嘅。准水滿意田野，大家係有興趣吼，再前來看。我相信今日真相通馬嘅節目都進行到呢邊，非常感謝吳教授今日帶來咁精彩嘅故事。